圣经66卷顺口溜，旧约国卷要义。创世纪种子地，万物来源内面记。神造亚当甲夏娃，安伫乐园享荣华。始祖为名受咒诅，神阁拣选一民族。亚伯拉罕未顺服。子孙后代拢蒙福。出埃及记是法典，10条诫命记顶面，搁记摩西的传奇，带领百姓出埃及。利未记真重要，圣洁条例就知影，为何选民拢诚信，神叫摩西传命令。民数记记行程，42章记得清。旷野路程多艰难，百姓时常发怨言。申命记就牢记，遵守诫命有福气，忘了典章就受苦，不守律例受咒诅。约书亚记是征战，神领百姓进迦南，进入迦南赶修德，才会长久享安息。士师记是陪伴，神的百姓遭苦难，苦难之中呼求神，神行士师拯救人。路德记记路德，路德爱抱真难得，伊将真爱全付出，成做大笔的先祖。撒母耳是立国第一国王，叫扫罗。扫罗固执，搁背逆，神搁重新立大笔。列王记记列王。列王故事不寻常，好王遵行神旨意，歹王作恶被废弃。历代志记历史，述说历代的故事，大事小事记得全。历世历代神掌管。以斯拉记是归回，选民被掠搁回归。归回不但建圣殿，也要归回神内面。尼希米记建城墙，所有破口全塌上，民族破口也着塌，信仰恢复归上主。以斯帖记是传奇，全书神字无有题。神伫暗中做大事，拯救百姓脱辖制。约伯记记苦难，苦难之中有恩典。约伯经历神熬炼，认捌上帝得完全。诗篇共有150，各样圣诗样样有。若将诗篇拢记条，灵性必然大进步。箴言道理讲得全，行事为人做指南。若将箴言拢记条，一生不犯大错误。传道书是竞争，提测人生是虚空。人生在世如场梦，日光之上是永恒。雅歌描写真爱情，真爱才会到永恒。良人蜜女两相配，有表基督爱教会。以赛亚书讲审判，指出国家的混乱。君王百姓拢犯罪，神差先知来责备。耶利米书字做济，全是责备人的恶。
先知责备人不改，悲伤啼哭如老海。耶利米做哀歌，哀叹圣城的败落，哀叹家己的祖国，哀叹同胞罪孽多。以西结讲有言，有言犹大遭苦难，有言列国受审判，有言圣城建新殿。但以理事讲异象，各种异事无相常。有的异象已应验，有的异象快成全。何西阿所讲心爱，何患背道紧转来？聘你永远做新妻，永永远远不离去。约珥书讲末日，末日是要做大事。约沙法国审判人，也要束缚神子民。阿摩司书论刑法，刑法列国罪恶大，选民毋听神的话，同样也要受惩罚。俄巴底亚书做底，责备以东人阴险，兄弟犹太遭苦难，伊伫边仔瞪眼看。约拿书讲救恩，上帝疼惜普世人，差遣约拿去传道，约拿逃避受管教。米迦书讲得清，基督生伫伯利恒，末后万民归圣山，天下万国无争战。那鸿书即亚述，亚述帝国要倾覆，恶贯满盈必遭报，神的审判快来到。哈巴谷书有质疑，恶人做恶，神不理；加力的人行强暴，刑罚迟早会来到。西番雅书论悔改，神的审判就要来，列邦列国必遭报，选民悔改归正道。合家书论建殿，先知责备民甲官，家己厨房天花板，神殿风凉无人管。撒加利亚讲异象，每个异象不寻常。书中到处讲有言，绝大部分已应验。马列基书是尾卷，6个密示在其中，包含责备甲警告，有言基督快来到。